今日同大家睇下永泰地產全新發展項目雲向，一齊睇下兩房連儲物室無改動示範單位，樓層高度3.5米，便利打造垂直生活空間。儲物室設於單位大門旁邊，提升收納空間。3合1露台，面積超過40平方尺，玻璃趟門增加採光。開放式廚房，家電配備齊全，配備德國品牌電磁爐及抽油煙機，法國頂級廚房電器品牌嵌入式雪櫃連冰箱，雪櫃上方設有儲物空間，配備德國品牌蒸焗爐。星盤下方設有儲物空間，以及嵌入式洗衣乾衣機。浴室方面乾濕分離，附設美國著名品牌潔具以及浴室寶。洗手盆下方設有儲物空間，鏡櫃有充足收納空間。內置插座，有效收納風筒等電線。企缸設計時尚簡約。睡房設有巨型觀景窗，將室外天然光引入。主人房擺放雙人床後，仍有充裕空間。即刻睇下經絡按揭為雲向買家提供嘅按揭優惠。第一個按揭計劃咧就係全期 HIBOR 加1.3，鎖息上限就係3.25%，最高可以做90%按揭，年期長達30年，攞呢個高嘅現金回贈。第二個按揭計劃咧就係市場上而家好多人都會選擇嘅，就係一個定息按揭計劃。咁可以選擇3年或者5年嘅定息啦，2.73厘，咁啊鎖息上限都係3.25%，亦都會提供各銀行嘅高現金回贈。優惠期有限，越早查詢越着數，即刻揾我哋經絡按揭啦！